所来关心这件战车害着骑脚踏车，你看这拢是骑脚踏车的民众。这是陆军的进行6×1号操演，有74台鹰虎战车出现，其中有战车故障啊，这零件是喷出来，飞伫咧路顶。后壁这个脚踏车队啊，无注意到6个人弄着摔车泥残，所以其中一个人骨头子，而且5个人规身躯拢切甲全伤了。 车路边有过来的骑脚踏车的骑士，有一个人脚腿受伤，直接坐伫咧车路边。这是标了第61线我德南加两红西港的路段。原来是陆军第组织开始进行7天6暝6×1号操演。昨知影增加5数纪录，74台鹰虎战车。 经过第61线往南超91公里外，一台战车连拉大凶险故障，车零件喷出来到车路顶，害过6台脚踏车摔车，6个骑士累残，共造成6名骑士轻微擦伤，其中1位真姓骑士锁骨骨折，已送医院救治。 这几天啊，地苗栗的德南都有面上看到过6台战车经过龙凤溪港。你有听到声音吗？就是这边从。 进去龙凤渔港，晚上的时候，从渔港这那个海边过西边。针对这个鹰虎战车的零件向上喷出去，军方回应讲，第一时间已经通知公部单位来处理，全力配合警方厘清噪音，并依国军军车保险肇事处理作业规定理赔。陆军进行操演，战车煞来故障，造成自行车队1个人骨折，5个人轻伤。 军方除了继续关心民众的伤势，后续也会依照规定赔偿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